讲到这工课场所的霸凌，唔那是同事之间尔，定定还佫有主管嘛考试无合理要求加班，真正互这民众当到这情形，这拢是算是霸凌哦。劳工团体也表示讲，这款的情形，互因接到真侪民众的咨询，建议民众爱维护家己的权益，主动向这主管机关来申诉。另外，也有律师表示讲，建议调整目前有关工课上霸凌的规范甲处理机制，那准会当更较详细、更较严格，对这劳工朋友伫咧申诉调查的时阵比较靠保障。劳法署的公务人员测试行底路的事件，互工课场上的霸凌议题引起大众的关注。劳工团体也表示，确实真接到劳工来问霸凌的问题。主管用较无适当的这种管理方式，可能会比较用骂的啦，讲欺负啊，叫伊要去做较困难的工课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其实这个样态是真侪啦，较侪其实拢还是在这种主管的管理顶头吼，可能有较严厉的这款语言嘛好啦吼，无就是讲较不合理的工作分配。劳工团体也强调，拄到霸凌状况，不管是同事也是主管，拢建议民众爱收集相关的证据，亲像录音、工课上的文字记录等等。未来若是要申诉，甚至寻求法律的协助，这些资料拢会使保护家己。另外，也有律师指出，工课上的霸凌若是要追究法律责任，其实真歹去界定是毋是有侵犯到劳工的权益。目前因为这个地方很难界定，那就算界定出来的话，你要寻求法律的帮忙，无非是刑事跟民事嘛。但是霸凌这个东西，就是跟法律就是一条线哦，你很难去界定到，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法律上面有侵犯到你的权利，比如说有造成你的心理伤害，有造成你的身体伤害，或者有造成你的名誉伤害，这样很难的，就是举证超过这一条线啊。律师强调，若是劳工感觉家己受到霸凌，建议也是爱先向专职单位、主管机关申诉，先理性沟通。另外，律师也表示，目前劳工是受到劳基法、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保障，雇主若是无符合规定，就罚钱准煞。监督机制的强度犹原需要加强，建议未来通比较性骚扰的处理机制有相关的规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采访报道。